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黃金價格喺上個星期五有一個強勁嘅升勢，由即日低位1328美元計算，以貼近差唔多全日最高位1353美元收市計啦。全日嘅上下波幅係有25美元嘅。金價能夠升到上去2個幾禮拜以嚟嘅高位，除咗係歐元對美元喺歐洲市開始之後有一個節節上升嘅升勢所帶動之外啦，日本央行只係擴大買 ETF 嘅規模，亦都係對個金價有一個推動力喺度嘅，因為日本央行呢一個決定係令到投資者失望，亦都增加咗買入黃金迴避風險個需要。另一方面，美國第二季度嘅年化 GDP 亦都係差過預期啦，咁舒緩咗加息嘅急切性，推動風險胃納擴大咗，亦都係對個金價提供動力嘅。金價現階段應該可以喺1330美元呢一個水平靠穩，但係喺呢個禮拜能唔能夠上翻去1370美元呢？就絕對要睇翻美國經濟數據嘅結果啦。今個禮拜三同禮拜五分別有 ADP 嘅私人機構新增職位同埋非農就業人數數據。如果兩者都係個數據結果都係做好嘅話咧，對個金價應該會有一個壓力嘅。相反地啦，如果兩者都係做差嘅時候咧，咁對個金價會係有一個動力喺度，因為個數據邏輯都仍然係喺翻數據越好，對加息嗰個嘅壓力咧就會係越大，咁啊對個金價會係有個影響喺度啦。咁啊調翻轉啊，如果數據越差嘅話咧，咁啊加息嗰個嘅擔憂又會少咗，咁調翻轉對個金價嚟講咧就會係有一個動力喺度嘅。短期間金價應該會喺1330至到1383呢個範圍走動嘅，只要數據越差嘅時候，去攀升到1383美元呢個機會咧就會越大。好啦，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再會。